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查宗輝。喺台灣兩隻多族群，今天換來換去嘅土地學，大家應該先學都看得出一隻時代嘅融合。尤其係介到啲兩地土地當今情感文化嘅安度前輩，佢哋唔單止係歷史嘅見證人，佢哋嘅經歷、航塔、老堅持，都係先朝安尼幾萬年做得起得了，係建香港前嘅創造基礎。不過基本嘅安尼心肝共同嘅地道，幾十年為到客家山歌修習整理，留傳承嘅來別下先生，行睇幾個人生路。國寶高興弟弟啊，因為老先生表示最深嘅感謝，希望先生對客家山歌留文化嘅神脈留貢獻。來別客先生本名賴蘭人，民國22年獨主動網上台山輩出世，談到嘅三級武卡嘅電子鼓，放送東莊歌曲嘅影響，佢從細就學曉東莊歌曲，所以到新竹五峰嘅山都，談到客家山歌就按樣當家己山歌。有人就談到人唱山歌，喲，我用按好咯，一下唱嚟都彈起身咯。啊，雖然都面皮盤啊，都唔講啊，唔講見笑啊，就唱人嘅講謠都問個愛生。下做乜演唱歌嘅按好彈啊？寫效嘛，嗬！而家啲個好彈唔好彈？我希望我係彈嘅事咧，你唱嘅歌我都彈嘅事，至少人係技術嘅，就按客家嘅山歌，按你好嘅啊！來別客先生是攞幹老先來聽漢，攞蘇萬聰來到線上拜師，為到學客家山歌。佢今年行山路3日，出體學唱山歌，落先吸收山歌歌詞。安大病，所以經已是世界史已經當入名聲。佢除了佢為做教育了這方面，佢方面佢自家寫也會變，哦，你係深度嘅。細細嘅時節，上次苗片呢，為咗個山歌比賽，個動台上啊，大家就講啊，今年來別客回來，好像大家應該係相信對來別客先生佢回來親自主持嘅山歌比賽啊，其實係非常嘅隆重的做音樂先生啦。我提早去拜訪去請教嘅先生，嗰就係來別客先生。來別客先生對民國75年得到新川獎，100年本先作文建會嘅人間國寶，102年係第16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佢到山歌方面得到當多肯定。42歲退休過後，肯係當時猛推廣客家歌謠，佢錄過50兩張唱片，寫過超過20本劇本。佢幾十年為了本土客家歌謠當今，肯會表現客家歌謠嘅精神美，希望山歌做得永久傳唱下去。客家新聞發劇商陳龍俊特別報道。卓貴星太豐盛，唱山歌唱到東頭熱，亦係來別客在上街下上節目留下嘅畫面。四川都80歲，但是歌聲還係唱18歲嘅後生人，去按照想按量。用丹田的力量出來，係冇重要。唱山歌嘅人嗬，永遠唔記得攞，也唔會攞。迄意思係乜嘅咧？日生相當好，尤其我先生嘅強運哦，唔係一般人學得起嘅。安尼個後生乖來別客，咪唔愛恐怖，對42歲開始教山歌。無論係學校、社團、老人家、親子班，所以要教好需求，一同天花，佢總係成日清新氣高，韓國無收半仙錢。上到呢個頭擺嘅恩師，是同佢學過嘅學生，提前會先使用到嘅，係來別客對傳統山歌嘅堅持。流行歌雖然真好聽，但是係挨來打分數嚟講，流行歌係排第二。啲先生呢，一直也要同我講。客家流行歌、流行嘅歌啊！而你傳統歌係應彈應好彈，不管樣板，二天去堅持。快！時間不夠。快！
另外，一份坚持咪反正土地严格，还个追求完美嘅搞好风景。迄搞得唔好，其实做得讲哦，大家也冇分去将个教材啊，渐渐咱就将个就来哦，安尼哦，他是技术做得安尼搞到唔会为止安尼。四川呢，来统计好嘅学生，还是多讲唔得。官员甚至有上岸学者，同做学生嘅下，本来比下嘅故乡感通到，唔惊辛苦，加拜去拜访佢来请教。山果树啊，从头到尾，一收一收的吼，从本爱谈，一收一收的，对爱提出来问题去当采访，也当然是嘛，是让爱分享啊。高山果40万年，来比下行高土就苗，甚至到台北，可被用土里漫天下来形容，技术未冇提高。佢搞呢度辦，我唔敢講，做嚟講通全台灣就要嚟。所以也現場嘅學生係做得講不計其數啦。底下了解自身風險嘅山果天后個性咧，嘅學生卻始終唔敢相信，未知唔判斷。做下表示講會繼續來筆下採上街下嘅眼夢同傳統山果傳落去。客家新聞方權分了記者台北報道。因老太咧記得嘅部分係一啲外學嘅。所以客家電視台製作咧璀璨國寶嘅節目，紀念來別下先生。客家想會透過呢隻節目，老先生表達呢個唔限的老節目。來先生係日本時代1932年出世嘅，佢生於美的山歌老文化地圖。東東人認為佢學曉唱客家山歌，客家就東東人認為佢認識嚟山歌，就間人當好唱，就間人當好讀。2008年，安尼翕幾個紀錄片，佢老安尼講，佢很細大地族度，就上老原住民社會強下教，等等佢到強下唱原住民嘅歌，就揸機會佢談到斬樹工業，建造社建創山歌，佢先諷刺到，因為呢條歌兒達跳都安靜安好聽，創造嘅係佢談嘅是特技歌詞。佢就當河膽界去參教唱歌嘅藝術了的，你係來先生頭一擺發現到客家山歌按下機，佢咪就嚟熱情，韓國對佢嘅一生意就嚟動態嘅影響。實至名歸，係啊，終身成就，係啊，如果當初我唱我會彈，這條路也走不出來。會播你嘛？如果後面沒有人接上來，兩條路也斷線。所以要謝謝各家鄉親，這是重點。好了，天長地咯，會了，拜了哦。對啊，好，來別下先中主動人，研究客家山歌60多年，1973年開始做過提出鋪客家天然茶山青歌嘅主歌老編套，對保存老推廣客家山歌非常深嘛。以前說曹植7步成詩啊，我認為客家人3秒鐘就有歌，把我們老人家啦錄起來，整了才整理。唉，我這條路走起來60多年了。實在很辛苦，不過還值得啦。唔但長將辛苦小時來嘅山歌變奏書，來別下很主動開辦高考，培養客家多嘅山歌人才，甚至飄進國會到國外，本有每嘅客家山歌繼續傳唱。再來愛辦法的係賴蘭銀五師，佢係我哋客家國寶級嘅天后啊！就係我哋嘅賴別下五師，佢雖然唔是受過正統嘅音樂訓練，不過佢又會唱又會創作，對民間藝人一路做到一下創作型嘅詞曲創作家，還有劇作家。台灣地譜嘅客家天陽，咩係頭我哋賴別下五師嘅原創了隨身之下誕生嘅，恭喜賴五師！我希望講，唔係客家人，配隻族群都能夠嚟關心你客家嘅文化，使到客家嘅文化全世界都有會講、會唱、會發，啊呢，你客家在全球啊都有
出头天嘅位所。2008年嚟線上的客家中心貢獻中嘅最美嘅團法，確實感動力動到行業。今日潮阿伯、梅兒、蛇浪、順浪，所有嘅副行業都配起起，佢非常嘅歡喜，也當放心。我推動3分鐘推下10年股，再加穿從客家3個概念，佢基本嘅薪酬係佢非常神猛嘅薪高，為咗安樣嘅薪酬是才係佢。用面膜嘅堅持耐心老膽硬，2022年嚟線上來上你客家新錄音嘅節目，先講到一台，佢哋後3個過後，樣板擺設紅衣嘅歌唱。頭先你啱會從客家歌嗬，呢次嘅要獻詞之外，後來也要擺機會提示嘛，我再嚟講一下麼？哦，要哦，個條擺我請先生萬塊，係第一屆就關羅新先生，佢打扮音吼非常有名啦。關腔嗰條啦，就他們的班底哦。那麼那個三腳彩叉就賴廷漢，賴廷漢大將領嘅山黨。哦，那我哋店哦實在從來半夜未打到過事。要乜講？唔係半夜學唱歌啊？唔係，你係客家人嘅規矩。我細妹已經是包拍拍照，喊把佢夾蒙煙外啊，嚇死台冇用用，他愛又好，啊啲講哦謝宇輝主持得好，唱歌又當我，我就為佢簽名，還有笨到不行，唔會騎車，仲冇騎咧講我又冇錢落買啦，專門11號車，要行到。聽埋街道先生嘅用乜教你唱嘅，係聽人幾條叫用乜教你唱山歌，彈幾條唱係用乜叫一句教你？一句教，以前你個唱山歌用4人聲教我，吃小河教我，用4人聲音，用4人聲，佢教我了後，唱歌試試看，韓國那個施萬聰先生，身體唔好，剛先我都對苗栗中廣電台啦。那個副行去了教，所以我跳舞為了感恩，做一首知足常樂。哦，我有老師學過，要改變。對，真的，人老師後我永遠都忘不了。身體不舒服，可能我是好無奈啦，冇奈何啦。我倆就要來咧，唔夠要將把他的東西為模特。後來就想到講，還是這個真傳要傳出。
是良药该杜风酒，有相逢中该弄狗气，凄凄呀偷偷去他一群，莫口莫马又难出门，立马心跳就插口音。发有莫威风，买得流风来变天地，有莫本之来定气，你言言中来有相识，最后君王来做一事，做了宰相来。君王有将此一个命长，人心不就出没之间，秦腔南河就莫一场里。两条地州松萝歌系来先生从苏万冲跳，两条歌来写词，送本佢嘅恩师苏万冲嘅山歌。佢感染先生嘅心意，不是在各種訪談、冇做大罪估計下都看得到。佢當尊敬先生，你每啲心光闊度都當尊敬佢。係那兩條地州松蘿歌，未代表你來先生，唔單止係一個傳唱山歌嘅人。就係一屆東山網創作嘅山歌歌手。2008年，佢哋十分客家嘅節目度，是從一條海柴叉，兩條海柴叉咪有一隻精彩嘅故事。你下先來聽兩條海柴叉。
许多线上材料推广客家山歌，韩国客家传承安样型嘅精神，才做了到事情嘅歌唱当中做过乜嘅本出到最疯狂嘅事情。我是饲到鸡吼，又摆为到讲天台，以前就天台时啦，吼，当因问佢讲会采茶，佮大家会变的因啦，福隆因、行因那些，佢有谈到福隆因会采茶，今日现赖老师从会采茶俾谈。睇到上佢个客家歌，那别府冇谈到要会采茶，因问青岛长到青岛几个前辈，佢讲客家歌冇会采茶吼，结果是下到个故事。像入先生、入罗先生爱扮演，以前爱扮演是当为崇尚过嘛哈。家冇巧呢冇啦，错流浪，吼，以前按错流浪过去，吼，个水当记无，个是按冒着性命的危险。哦，就是讲佢为到去采集，韩国去。清凉的客家山歌，南部叫做南部戏，很错嘅，个当危险吼。危险，加阿妈就做个台桥啊，按到高平大桥啊，之前用流浪按错啊，极危险的东西，个真的有时候你做唔好，会跌落来海度，好吧，当发啊。高平大桥，该差不多40年前，他为了一首歌，我佩服他，其实。唔甘愿福隆人要学海菜店，你行人用冇按到海菜茶，大家观众我先去唱，其实想尽办法求证，讲冇去只是用头脑，其实想了就歌词出来，韩国个韵味自家去做出来，所以你要用海菜茶。赖先生透过去熟悉山歌嘅歌唱，系按精彩又按惊险。其实赖先生对路头牌很多记。除了创作山歌传奇，佢本身嘅工作经验也当特别。佢是做过中学两届接先生，学校讲方言，打下中文嘅基础。
佢咪是做過生源幼年老梅夢聽分嘅廣告保險台灣法圖，聽年新春茶去到全台灣，日本歌、韓樂歌、客家歌都靠唔忘記。佢喺那製作傑出客家田茶茶山青歌，佢哋戲出都愛做戲就會唱歌啊，聽講票房係讓嚟2800到做人台。旁邊啊，放假只有你嘅拉耶，而且太好入畢業了。不曾騎車子的人，我逼他騎。民國50幾年，要看資料了，我才忘記了那麼多事情。那我現在就說我在的話，那我起碼也有40幾歲，那我現在有40幾歲。那你老爸都還沒生呢。啊，真的。對呀。那姑姑呢？也沒有。你嘛，你阿婆，你奶奶阿婆還是小學生呢，是吧？差不多。啊，真的假的？真的嘛？你看你多少年了？那你現在，那你這個時候呢？兩部片呢，係彭秀智係女主角，當然劇本係我寫嘅，人係編嘅啦。那麼就我就用講啦，彭松林先生是用寫啦，然後呢寫出來，反正請那個調教啦，我將啲客家很好嘅聲音，用大熒幕安尼來廣告出去安尼本大家啲唔係客家人都會喜歡安尼客家歌嘅，我嘅出發點係安尼。客家山歌不是像流行歌曲，他要把它整個韻味學出來，要把它整個感覺學出來，而且客家歌就有幾十種、幾百種。沒錯，他因為佢冇辦法固定譜，他只能起牌，然後平板就平板，山歌子就山歌子，老山歌就是老山歌。那麼詞呢是即興的東西，28個字。所以你要音樂版演唱，一定要跟着那個詞那個來寫那個譜。就像賴先生所講嘅，初出切鋪陳時，客家人3秒鐘就過嚟。呢邊下牽頭一來，當場就啲賦權嘅一隻茶園度，喺本當年茶山前個天陽度嘅成個對唱畫面，嗰一擺本太子家來看到。那個時代有手機嗎？重來。看。實茶賣就真可憐呐！跳哪有冇呀？面向嘞，天涯呀，背向天呐！若係家嗌來做世家呐，免得啦，當然啦，一杯茶頭啦。好，好棒好棒！阿公是安心喜哦，羅莫有。莫愛寫人兒啦，我前夜15就起隻阿婆，我拜菜耶門口啊，跪愛你啦。阿姨那個時候大我們那麼多歲，我們那時候在她心目中都等於是仙人嘞，7、8歲仙人。我寫過啊。佢教我哋就唱山歌，佢哋喺外張地公佢教仙人按學，以前教我哋就唔會，佢就講死鬼啊，死鬼啊，全部死鬼啊，佢就用怪的方式，然後你慢慢搞，慢慢搞，佢唔是慢哎。
所以我讲，我冇做嘅學生，我做嘅妹。啊，对学生很好啦，学生每个学生很对他很尊敬他，真正真正。诶，佢当执着，我教其实我迄要做学生的，佢有脾气哦，上課迄啊冇認真啊，嘛個樣吼講法唔認真，佢會發火哦，會發飆哦。我感覺哦，佢對學生好好，對學生好親切，佢也有佢嘅理由啦。伊講你係親惡嘅老師，你也唔係強迫，也唔係講點名，做得係面強迫人來嘅，所以你係唔係分分析析來，分分析析轉去，是大家唔會學咧。所以對學生啊，佢好親切，好溫柔婉約，對這個孩子又好惡個。其實唔管係做先生嘅學生嘅，也係冇嘅。做而上學，代表下就很高，因為佢直接講天下無難事，就講有心人。我想彭家燕就係一隻當好嘅例子。你哋你個看你內人啊提前嘅節目，怪我本做心條嘅。你哪人介紹的？好，這誤會介紹這就好了。好。咪法。我聽人講，魔術啲啊，又係夾白嘅意思啊，並唔係文憑一個意思。只時間已經過了當久，也從茶山情歌兩三人唯一嘅對手戲台詞老場景，早就了30年前冇共樣咧。就算安尼現，我想佢哋嘅感情係一生人也唔會改變嘅。佢絕對冇撇曬。所以老天爺真係保佑。也客家唯一嘅天讓，幫我來邊下做神哈。雖然我冇賺到錢了錢把債，但是畢竟對客家人做一件事，可以說值得懷念嘅事情，還要好啲就寫句嘅。茶山青歌列出天然嘅女主角彭家人，係來先生提一個高雄山歌嘅人。過後，佢哋總共苗栗田台做主持人，主持有關民謠認唱，然後獻上嘅有腔18條，當到當中都為了自家寫嘅歌詞，冇是小抄本，寄到田台長期來唱。所以來別下最大嘅貢獻係，佢留喺台灣各地流傳一種一條、一種一曲嘅客家山歌，做嚟當做兒童嘅經歷。條白嘅有腔18條。係講山歌種類當多嘅日記形容嘅話，意思就係講山歌有當多種，唔過嚟別下透過自家實際嘅風采、天條，整理出客家山歌嘅有腔18條。一
可惜。上见黄马就打跳上啊，水也咯，唔拖啦，来呀讲啦。太家错的笑容容啦，来祝贺百年呀必寿光啦。福义东海的长流水啦，兄弟哟，南山啊，万年穷啦。
年万载唔会吃，哎哎哟，嘿嘿哟，千年万载唔会吃。每见一蕊冰的莲，开花结子两相连，莲花暗香心里苦，哎呦那一通过张团圆，哎哎哟，嘿嘿哟，那一通过张团圆。爱见一蕊紫藤花，紫藤长多梅树啊，树缠花来花缠树，哎呦树造花家不分吧，哎哎哟，嘿嘿哟，树造花家不分吧。每见一蕊牡丹花，风花呀，爱呀来
别下先生唔单唱就好上改，佢从大海洋嘅老前辈老自家嘅生命实实强下，从吹一条又一条好听嘅歌，讲出一只又一只时代嘅故事。行下了啲故事就为根本人传承下去。俺嘅生命伫台湾嘅历史地图，天朝會係一啲金娜娜嘅永久都看得到嘅相嘅。兩隻禮拜日25間部，因為重播高重人生來別下嘅紀錄片，下家電視台仲列出紀錄片，為老先生講羨慕高羨慕。香港电工服语言者杨家伦